共同完成。什么叫做浪漫？敢若咧啉白滚水嘛，感觉足甜蜜的。咱用讲我泡开，泡开太甜牛就是我为你流的水汗。伫头落山进前，咱这条马场的歌，就一定爱有一个一半的歌完成。才有一只白。阿嬷，敢袂当教咱这样做骨头？你俩鸡哦。敢会使予阮一句话彩色？我用条啊帮你切。哎呦哎呦！OK。有啦，安尼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就落。我要加出来，我要加出来。你要夹出来啊？夹互啥？加吼，唔知。少年，啊！我跟你来啊！啊，你就掠着啊！你搁叫我来创啊？无够啊！嘿啊，敢若这只尔，其他的拢伫无够遐。啦，其他拢伫内底，啊，阮根本就掠袂着。嘿啊。哦，啊你要，啊你掠着你搁甲绑，掠着你搁甲绑，来，哦。哦。你拜托诶，哦，你说勇敢的，所以即摆你搁几只？哥，即摆内底可能恐加搁两三只，嘿啊，来再讲两三只。重点是你即摆掠着要创啊？放伫巴肚啊。嘿啊。啊，这是要安怎入去啦？我嘛唔知啊嘿啊，所以较叫你来啊，我叫你来的目的是安尼啊，因为你手较长，你会当甲先拖小可出来，了后搁像安尼甲你出来。你要听看卖你在讲啥？手伸入去。嘿，啊，甲拖出来。你先感冒咧，伊哪会伫遐啦？迄边若有空，你爱为迄边赶。你来。哦，阿妈，你家阮少年的资源是，你就安尼手甲拍袂开，啊你安尼甲抱的时阵，伊就，毋是叫你无甲算啦。啊，安尼哩啊。好啦，你来调了，耶。你乖乖哈，好来，拢是毛。来休困，你别，好，有无？有无？敢若有哦。哦，赞，来，来，吃。哦，恁介敖呢哦。等下阮送你礼物，啊去采个木笔果，啊来滚个鸡啊，安尼哦，食过目睭的红的，才会食一。哎呀，迄个这咩办？拽，骨骨子安尼。阿妈安尼办敢对？我来吃。你嘛唔知？我看伊原本拢无阿妈唔早讲，叫阮用安尼我想讲，互炖的。恁体验啊。你若高水啊，你就直接这就行出来就，嘿。你来，加嘛吼。这关度敢对？哎呦，有啦。啊，这里，后壁个，后壁个。阿妈谢谢哦，没啦，啊，甲你签到者吼，嘿，啊这边安怎煮？啊八棍吼，内底有迄鸡，迄棍的肉，好，啊摕起来啊煮鸡啊，鸡啊当作去滚啊。当鸡迄种方式，对，鸡仔类的就对啊。对。鸡袂当食尔，其他拢会当。嘿。哦，阿妈谢谢，阿妈谢谢。免客气，免加客气。料。行。好啊，咱即摆就甲这3粒啊，甲鸡啊，错的。嗨，错啦。耶。来，我摕这个，你掠鸡啊？还是讲你有欠葱啊？葱啊，要头饭啊？头班葱加好红。卖啦，用焖的就好啊。你想要加好红哦？安尼你紧办。我紧办。我先等来。菜车无用规透早，总算是甲料理的食材拢摕倒来。唔知因对这的菜想法是生啥款哦？哎呀，有迄个高赞塔，这新鲜的高赞塔，你可以看看。新鲜的吗？新鲜的，这好米慢有的，好棒的。慢，慢的，嘿，温慢的。啊，迄青椒嘛做芳，阮拄则伫遐有试过。你有洗吗？免洗，迄个阿妈拢无除药啊，免洗。哦。哦，安尼几啊行呢？这高赞塔，啊，这香瓜仔手，哇！哦。香瓜仔手介济。
哇，你蛮就做呢。你厉害呢！恁是家己亲身落去挂，还是你甲阿妈塞奶互伊？阮有亲身来挂，清新的。我感觉你是甲阿妈塞奶，你后尾好。阮有亲身来挂。讲，会当互我家己用无？有啦，你会当甲菜拢生出来，算你嘛有你的才调啦。哎呀，安尼应该有够啦。有咧。啊，咱这三粒，你甲因摕一下。你有看过无？刚才这叫啥？恶魔果实，唔对，这叫有刺的酸啊。有气这叫恰木鼻果。木鼻果，比个，咱做鸡汤上重要的物件。你看起来就细粒哦会差到就假呢。这你无看过吼？无啊。这就像迄塑胶的囡仔咧耍的迄种物件。看起来因为伊的色水足巴甜的啦，哎呀，所以即摆咱这菜啊，还有这木鼻果，对。比个，你讲你想要做啥物？鸡汤用的。鸡汤嘛啊，。你讲有鸡啊？你讲迄，假嘞，哎呦，有。介绍一下啊。哦，你唱你啊？哎呦，有大只无？会当泡这无？大只的。啊？泡泡。泡，嘿，你看，你这肥呢？伊迄骹腿看来都用的哦。对啊，鸡腿啊，对哎呀，啊，恁遐肉，阮遮菜食鱼食肉嘛，就爱菜加。哎，搞讲，所以这只到时吼，3、4个人吃拢会有够啦。哎呀，有够啦。咱来呀！哎，你也去小耍？哎，规身躯拢土呢，真正。恁是生土哦。无啊，恁两个是创啥啦？认真在做骨蚵啊，就重的呢，这应该有。就这粒哦。系啊，哎，你看，这只有看耶！这是乌骨鸡还是一般的？要食菜无？这有那阵放山鸡迄种的，哦，要摕看嘛，讲哦，霸气袂歹哦。哦，安尼的。有啊有啊点吗？有啊。有啊，哎，摕哦这嘿，几公斤啊？你试看嘛。细里带走细里。差不多，这应该4斤外有啊，4、5斤有啊。差不多。有大只，有大只。哇，啊，恁去穿什么料？蚵啊，放了有。加你要介绍看卖啊？而且因为昨下落雨，所以今仔足垃圾的，哦所以全部拢是土。哦。袂歹袂，你找着着这哎。这大粒的。这有肥呢。哦。足大粒的。请啊！好啦，安尼算六项食材，有肉有菜有蚵，安尼算应该应当是会知。问题是，咱6个人若要来准备这个菜色的话，总是要有一个人带啦。对啦。恁较早人煮菜。安尼，好呢。这顿我来。哦。你有法度，无法度。叫。但是你爱帮我做其他的，比如讲洗碗。好。 6个人内底，敢若拢无伫煮食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人跳出来。既然我感觉讲我高中有学过煮食，所以我就来做看卖啊总铺，看敢会成功安尼。好安尼，所以大家无意见。嗯。 chef 抗饭，无意见。无意见。总铺。这顿菜食除了看饭，无一个有正经煮食的经验。唔知因敢有才调正经来办一道好料？还是讲先来传胃肠药啊？堪忧啊！阿姨，遮有这里，咱用这切。行对啊，你爱菜该说该说。袂晓啦。平平平平。叮叮当当叮。哎。这是咩呢？有人会当洗一下菜的，哎，洗菜较简单。有人要烤鹅吗？烤爱先洗，较烤。先洗较烤。啊啦，遐迄边遐搁一个水道。哦，遐啦。啊，遮哪有一个韭菜花？好食。我食。炒韭菜。啊，你来，我甲你教。你跪起来。头前只是无物件，哎，迄是叶皮，一点仔，赶快切了，对，帮你倒完了。啊，你皮你就来放。这爱放足久的哦。好。来打。
哎，你遐敢有火种？火种，剩咧无咯。火种，你灶边仔找看卖啦，应该拢伫边仔啊。你会使袂啦？你拢无看电视有在演有无？你使甲迄个哦，我知啊，像迄火梅棒嘛，对吧？类似安尼有无？哦，你说你个手呢？啊？奇怪咧，电视都毋是安尼演的啊！啊，煲头就位遐按遐，啊茶就破开啊！我照安尼破，哪会破袂开啊？介无面子，我带路人呢？应该是。就是你找这种。我摕啊无摕迄落啦，纸啦，好啦。我摕卫生纸来迄落。我帮你，你搁甲用迄个，我找一个。你找卫生纸啊，用我迄落沙拉拖啦，哎，唔是沙拉拖啦，沙拉油啦。你先用迄用较油的，我帮你找纸啦。纸棒啊，纸棒你较紧啊，你家用安尼。你有先铺一寡入去啊？有，哦，有一寡较啊，用纸应该都会倒啊。带路人吼，无万事通，上无嘛要百项万，嘿嘿，我哪会遮巧啦？安尼知无？遮还有两题。好，我再用。好，你继续，我看卖你在创啊。咱过来看卖啊，都有遐需要帮忙。阿全啊，你哪安尼哭？不利啦。无来啊。我帮你找另外一支，你哪写？你哪写？好袂啊？好袂啊？啊，袂咧。看恁遮点子是像安尼，无咧。专心煮菜啊！专心煮菜，专菜都还袂洗，你袂煮菜。啊，煮菜就是一个通称嘛，就是咧做菜。这啦，哎呀，你毋是较来？好，对吧？你讲看，安尼毋加偌紧的，你就安尼。好，啊，细哩哦，莫搞着啊，这支我先加入。好 ，OK。对，哎，安尼加紧济咧，好，继续。你无使啊，警察。哎，我唔知影叫的标准是啥。其实我感觉轻松袂歹，嘿，就是暖气的。嘿，有暖气，我甲你讲吼，你其实你就是主要像这下骹老的啊，你就甲放起来之类的。好。加油！差不多是安尼。好，这甲紧啊慢慢的，无你安尼袂有哦。好，我惊。花较艳丽，花你较艳丽。哦，啊那花叶啦，高过来啊我。哎，等，春叶啊尔。对啊。空心菜就是在食迄空心啊。倒下个花叶，倒下个花叶。你内底无放水啊？啊袂啊。啊，你还袂啊？啊袂起开的啊。哦，啊那花叶啦，高过来啊我。这个进前起的火也无啥同款。嘛会晓用。我爱作用足济。你咧玩啥？我咧竞菜，是安那爱紧起来？我对，加香料啊。还是因蒜头要过遐用？看东西，唔知影敢有甲咱这阵水开好好来烦恼咧。即届总铺师是看饭啊，伊有一个问题是有足侪足大的压力，但是伊无讲出来。安尼颠倒的是讲，大家唔知准要创啥，因为伊即马就是总铺师啊。无一定是我真正就搞做，啊，就是讲话态度啦。譬如讲，免，我来就好，你去坐遐，我就，我嘛毋是袂晓做啊，互我感觉就是你啥物拢足够，啥物拢爱你家己来，我就想讲，好啊，无要紧，咱你就家己来就好啊。哇！多加。有迄个酷色出来。无啦，就多加尔，哪有啥物骨色？咱迄个看饭 chef 看饭。哎，等，你春叶啊尔。对啊。有啊，你是要包冰我干那叶啊，已经足多啊呢。因为这真正足老的，这无袂老的板条。毋都好佳哉，咱用菜传有够济。哇，无若照伊温甲叶家吼，安尼咧拣菜，
咱喙齿芳吼都无够塌哦。空心菜就是要食这呢。啊，我拄则拢落落来啊。不要紧，你有食过空心菜无啊？有啊。空心菜就是咧食迄空心啊，啊油啊有空心。好啦好啦。哎，有来咱甲我斗三工一个无？你遐有个无多啊？无啥会开咧，就倒会个花伊，倒会个花伊。拄只火毋是起来啊吗？系啊，我这油的物件无啥够，你内底无放水啊？啊袂啊，啊你还袂啊啊袂起开的啊，好啊，你这等下有较起来，我较来放水啊。你去顾火，我顾水。你上无你嘛溜溜啊用者安尼。哎呀，阮这起火真正是菜椒啊。系啊。安尼会使啦，有较倒啊无？我真毋知起偌久的好我，你拄则佫讲这简单的，因为甲我想的无共。人生嘛是甲你想的无共。对，还是讲啊，恁的歌即摆？阮的歌嘿，有出来啊，有出来啊。有，我有迄工看恁敢若聊聊有进度，要安怎唱？我有叫做吉安的宝，名好好啊，对，吉安的宝，啊吉要安怎唱？安的宝。要安怎唱？遮有一只马，带我去踅踅，我甲你做伙。虽然在传板刀啦，啊，毋过这写歌的进度吼，嘛聊聊爱关心者。 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，来！一只马，带我去踅踅。啊，我会融入蛋。我甲你做伙。做伙，哎，你开始嘛？才有一是普通的啊，歹势，不管你几岁，咱拢是吉安的宝贝。当家输落了。爱体验阿公阿嬷的时代时阵，用啥物物件煮饭？坚持到底，好无？讲是安尼拜托讲的啦。啊，赵王君啊，拜托阮菜椒仔来遮吼，啊要办桌吼，互遮个附近的迄个阿公阿嬷食吼，拜托了，我会紧去个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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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正要忝死啊！拜托个，做袂啦。请恁帮阮这个菜椒仔较好过。这条歌恁目前的状况，我听到好听，会吸引到我的注意。这是一个真好的 hook，是，真好的一个副歌，有一个样啊啦，袂歹。啊，而且迄个快乐的感觉有，我吸引到我啊，我来听啊，过来咧。唔知个会当加啥物？唔知佫会当加啥物？恁会当用联想，联想，要安怎想？用联想，要安怎想咧？因为你写歌词的时阵，你用联想，会当互你的世界观拓开，你的故事就会精彩。妈的，火拢起袂开。其实这回是差不多呢。感觉会使嘛是会使，有摆有保庇哦。有起来啊，晓？对啊。哇，马你会联想到啥？马，我会联想到教练，马联想到教练，联想到教练，过来你会联想到教练，马你会联想到啥？拖较几咧？啊？温顺，温顺。过来，等来。啥物？你咧行家我听到啊？马，你会联想到啥？我会联想到草啊，马联想到草啊，草啊联想到土地，草啊联想到土地，土地联想到社区，土地联想到社区，社区联想到遮个老大人。才会联想到老大人。对。我来啊。好，来，选，好。食，马你会联想到啥？草啊。你会联想到草啊？草啊，你会联想到啥？联想到大自然。大自然。好，因为拄则咧，互恁哪叮当哪用，你手尾休过了。我头前讲到喙角全破，啊，恁两个伫我后壁算甲不离欢喜，安尼敢好？会借问者，进盘带出啦。啊，拄则讲着讲，这条歌目前欠缺的，是这个故事伤平啊。
所以你的故事最后，你联想所有的字词代志，若起来的时阵，一篇故事出来，伊袂偏去。总波仔，剩的交给你啦哦，好不好？头壳叮当哦，手嘛要叮当哦。我比较简单一点啊。你讲食对啊，这3粒吧。哇，灶骹内底看起来大家拢不哩认真哦，袂歹袂歹。本来我是真烦恼啦，惊讲人客来会枵巴肚，会啊毋过看到因竟然当准时甲两道菜拢传得好，真正安慰啊。手指，哎，遐妹我就想要偷食呢。会当食哦。啊，那我那无去啊，我们食好啦。好，来来。你讲一下。哦。菜椒店家主家，哎呦，阵阵香，恁袂歹咧。袂歹。好味哦。讲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哇，12。拜拜手。第三摆。我中破的厉害啦！哇，鸡汤。哎呦，还够汤哦。对啊，木边个鸡汤。哇，肉啦、菜啦、汤你都有想到呢，真赞呢。营养。哇，一点啊，一点。哎，伊啊都搁轻着啊呢。即摆5分钟人要来啊，恁拢还袂排，你菜就要讲到。好健传。去，恁两个倒啊先要排队啦！为着阿公阿嬷的金婚来办桌，是这阵菜价吼临时提出来想法。本来我嘛讲这件代志，惊讲会甲大家写歌的进度给牵着。啊，毋过想想咧，有真情味的故事，对因的创作来讲，嘛是好代志啊。就陪因来行这条属于菜鸟啊成长的过程咯。有啦，我看哦，总算是 OK 啦。对啊安。尼有感觉啦。哦，迄嘛用好啊。用好啊。哎呀，先讲好哦。是不是足水？ 50周年， 50周年。咱来互伊欢喜，欢喜。互伊浪漫，浪漫。互伊意想未到，哇！迄种欢喜，我会想起来，我欢喜一世人迄种。好。哦，咱就甲当做是一个婚礼来办。哦，咱等下一 Q 落有无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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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拢会晓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嘣嘣嘣嘣，哎，对，就这样好。好，讲好啊。伊来 Q。讲当然咯，爱笑，这重点。笑，当做家己婚礼。好，啊，当做哎，家己婚礼迄种欢喜。好，行。结婚嘞。啊，迄两个咧。 一起找阿公阿嬷。哦，伊去了吧？咱就甲当做。会记。来啊！谢谢哦。我的猪搞要来啊！哎呦！秀光。对，我穿红色的做水的。对，好，水咧。来，哎，安尼青草无？哦，真澎湃。真澎湃吼。真澎湃。我甲你报告哦，这全部哦，2道菜哦，拢这6个菜椒煮的。哇，这个厉害。哎呀，你要甲拍波者。滑到这。来，这回大家我爱。真一年，50周年的这个金婚 party 哦，正式开始。那你在这样吗？哦。两位新人，哎，咱的新郎举手。还有咱的新娘，哎呦，水甲呢哦，今仔日咱庆祝是50周年的金婚，恭喜！
哎呀，哎，唔拿呢哦，唔拿呢，个有哦，因这菜椒个传哦。来，一位来。我想我哎呦，你甲看，这。好，这好，这是阮六个人去找到的浪漫，就是讲吼，这是一种缘分到啊，所以就代表阿公阿嬷伫咧大自然，就是花莲这个大自然相拄着啊。希望这个大自然的物件，这树啊、甲花，会当见证恁50周年的爱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无阿公，上我对啦，上我嘛。这回代表我。哇，真一个，来啦！哎呀，哇，恭喜，咱帮你收。好。哇，今日咧50周年的这个金婚 party 哦，正式开始。来啦，来嘛，请。等下。下次代志。险啊袂记的，咱这回吼，除了讲咱庆祝咱阿公妈这个金婚以外吼，咱这菜椒啊，爱特别感谢咱的阿信教练。好，来哦，1、2、3，感谢阿信教练哦，1、2、3，感谢阿信教练。好啦，免你啦，菜椒就好啦。都会煮的，他们说有一个大厨，有一个大师就对了，这看起来一定有大师，无应该是无遐好食才对咧，所以这应该是有咧煮食的人咧教才对。看起来，敢会是你？想要到这阵菜椒啊，头一摆办桌煮食，就互咱隔岸的乡亲学落甲会得志，袂歹。你看这个带路人吼，嘛正经有面子啦。这条花要送给隔岸可爱的乡亲。甲隔岸卖场所有的小可爱，隔岸的宝。金婚趴结束迄暝，想袂到菜椒的头一条歌煞大进展呢。毋都好佳在我袂签名，也无正经规暝拢免困。即马来到卖场，因放家私的所在。啊，搁有遮应该是遮拢无买，有一只休困哈。小金蕉，应该会使吃吧？对哦，金蕉青好食啊，想要食吗？有芳无？
我都要慢一，小可慢一。哎呦，这顶诶，安尼会使食吗？哦，触鼻触鼻的，两大神，我先补一个，我记录一个，饲马，这嘛是只，这只较细只，有芳无？哪一只？只有两只马足高水诶。应该就够水呢。我无搞我招，你在做啥物？我记录啊。教练遮尔辛苦，是要怎样家己报答？我有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来，你讲来。咱来钓鱼。钓鱼。钓鱼送互教练。要钓鱼啊？嘿。要加菜。伊咧食咧。当做红菜头去食。红菜条。好啊，所以来。安尼你闯去。钓鱼来。行。爱钓呢，啊若钓袂就。钓我就跳落啊。钓鱼仔来报答教练，这嘛敢若猪人想会出来。我吼嘛伫因的通知之下，先来到莲花池钓鱼啊。毋过我的鱼钩啊，叫你钓鱼啊，毋是叫你交网啊。莫非这是大宝兄搭遐魔鬼？哎，莫吵啦，都已经咧烦恼啊，你一个人伫遮真正卡掉的啊！是真正卡掉的。迄就是爱跳落甲解开咯。来啦，跳落啊！这就是你性命的救治。干嘛呢？叫迄手较长的试看卖啊！你较早来斗相共？啊，你摕这钓鱼嘛，足奇怪啊！哪会安尼讲？我甲你讲，咱钓鱼啊吼，是一种心内修行的。哦。哎，无相信吼？你是姜太公的。姜太公的。强子爷。叫你强子牙。强子爷。对。啊，恁即摆，哎呦，恁个早记答出来啊？有啊。我就踹细细啊。哎呦。来看花啊。我遮走出来龙湾啊。看我原来在摸花啦，我是原本就在想讲吼，看到这片莲花池遮尔水，应该是会当有一寡灵感出来。哦。什么灵感？什么灵感？花的灵感。嘛可能是花啦，因为吼，我即摆在想的就是讲，咱若写一条歌曲的时阵，美感嘛是绝对。就是讲哦，你这条歌曲，你当然你讲你，我就挑几个挑工，我就歪美感。迄嘛是一种创作的方式。伊嘛是一种美感。对，美感。美感。对，迄嘛是一个选择，无毋对。但是咧，爱会记得哦，迄是选择出来。毋是讲你做袂到，硬经硬拗，硬要讲迄是你的美感、你的灵感，迄是毋对的。较问，啊，你记答落地啊，你物件做大咧。什么是美感？你感觉写歌的时阵美感伫对？我是讲一看到这个词，就有这个画面，迄就是美感。譬如讲，可能就是较直接的。我看到这个莲花池啊，安尼色水就袂歹，所以我就直接写出来。写啥？譬如讲，来到花莲好所在。来到花莲莲花池，哎。来到花莲莲花池，你感觉这句话敢有美感？花莲莲花，安尼有倒装就对啊啦。倒装句啊。你若想要互伊较有美感的话，你会当安那操作咧？恁其实伫歌内底嘛有做着，就是押韵。因为押韵是互歌词有美感上简单的第一步。押韵会当互语言的美感跳出来。比如讲古早时人拢常常拢啥物，娶某的迄落。娶某咧讲的迄。娶某咧讲的好话有无？多济啦。年年春，年年富，明年起大厝，对吧？亲像这款的，伊有一种美感的原因哦，有足大的部分是来自于因为有押韵。讲到这押韵，咱台语歌佫有一个真重要。来啦，我对啦，啊你断啦，想着哈，想着哈。我讲咱台语歌吼，其实佫有一个真重要的部分，就是讲，你这押韵呐，爱千万会记的哦。台语有一个爱注意的，就叫做颠倒音。哦。颠倒音。音甲琴。譬如讲，我即摆想要唱一条歌，
我来，嗨势。来哦，你帮我想咩咯？我感觉这歌词袂歹。我伫莲花池边，希望一生守护你，水又搁押韵。好，来，凊彩哦。徛在莲花池边，希望一生守护你。啊，好，原本一个足水的这个意境，哇，我愿意一生来守护你。结果你一唱咧，希望一生守护你。医生啦，找医生啊啦，叫医生来啊。你是安尼来搞纠缠哦，对无？你看这是一个足严重的哦。台语的音甲韵是会改变着字词的意思的，你先调一下，来吧。所以咧，你爱注意的就是这个用押韵来去找到你故事的美感，用这个爱注意到颠倒音，唔通互你要讲的这个意境走偏去。哎呦，知影吗？知影。我敢若交其他五个人，无啥会好。鱼哦要落雨。我一家两个梦，伊就随阿头，敢若童年共款。飞快的物件啦。所以咧，你爱注意的就是这个用押韵来去找到你故事的美感，用这个爱注意到颠倒音，唔通互你要讲的这个意境走偏去。哎呦，知影吗？知影。哦，所以恁后续来，恁迄条马场歌，因为我感觉是欠一段嘛，对，欠一段啦。欠一段，你的故事爱互拖开。伫拖开的过程当中咧，爱记哦，千万唔通犯着颠倒音的问题。哦，无迄个笑破人的出了。啊，我就用医生守护你啊。啊，知无？知啊。好，斗相共。比你钓袂着鱼啊？因为搞着啊。除了这，你无这啦。哦。你唔早提出来。在播啊。你甲斗着，我甲鱼仔叫。啊，等下煮鸡啊，猪肚皮安尼。无我找无狗啊，找无狗啊？你看。找无？狗啊。狗啊，我讲。哎，这就是音甲韵会影响一个字，你看。我先甲鱼仔叫过。去边啊，摕一支。干那几尔因啦？是毋是鱼乌乌的啊？鱼乌乌。要落雨。鱼乌乌。鱼咧。哎，你知影联想的重要啊！当大家咧欢喜开讲的时阵啊，看饭煞调伫伊家己的世界，想伊家己的美乐哩。我也敢若交其他五个人，伫歌做歌这代志，也是讲咧创啥，包括私底下咧开讲，敢若无啥会合，就是无啥会合的意义，我嘛毋知影差伫对啦。讲实在，我有家己感觉，我敢若交其他五个人无啥会合。莲花池回来了后，这奇怪匿名讯息一直跳出来。啊好啊，要安尼算是来啊！你毋是普通的马，不管你开会，咱拢是见人的宝贝。无就是这个拉接，想要接迄段主歌啦。爱先拉再加主歌还是咩？我感觉直接进主，莫拉拖伤感感觉。对，头一个先唱。哎，头一个就迄个啊。 OK。 先徛白白，我亲你的脚底。白白是一定爱的。看马。跳啥？跳黄金。满地黄金。满地黄金。哎呦，今仔讨论真热，嘛真有效率呢。看饭人咧，敢袂因为减一个人在讨论甲合作的情况，做遐尼大的改变？ 所以我先写一个心理治疗。可能就是爱写讲，可能亲像伊会互咱一寡安慰，也是稳定。但是照即摆的状况来看，我感觉的是分工的效率会较悬，特别是伫咧联想的迄个时阵。感觉因为一开始的设定是讲看饭是做一个带头，但是我发现到伊的个性其实无一定适合做一个带头。 因为伊上专业，但是相比起来，我是感觉吉他的领导能力应该是较
较好，因为伊有想法，伊会直接讲出来。啊，抗饭有当时啊，伊想法足多，但是伊无一定会讲出来。哦，伊家己的想法，伊可能私底下才会甲咱两个查甫讲，啊，但是有当时啊，拄所有的人拢咧创作的时阵，伊无一定会跳出来讲我要带头安尼。昨的经验就是，我一甲梁哥帮，伊就随压头，啊，教练甲我讲，你是毋是你肩胛头较暗哦？我就想讲哪会安尼？可是我教练哪会安尼甲我讲？伊一开始讲你肩胛头较暗哦，我想讲是咧讲梁哥哦，结果伊讲我。哦。啥会知？伊讲我帮一个，伊就会反映我的状态。我听梁哥的时阵，梁哥是一直想要困去，教练就讲你爱困吼，对。梁哥就是遮尔厉害，因的马毋是干那互你安慰尔，伊是真正咧，敢若通灵共款咧，知影你的状态。是，马会使嘛会使，互咱感觉安定。反映出迄个骑马的人的心情，啊甲。我咧想啥，恁拢知。嘿，我咧想啥，恁拢知。我咧想啥，恁拢知。拢知。我咧想啥，恁拢知。感受到快乐甲悲哀。哦，你知影我的快乐甲悲哀。悲哀，敢会这个词敢想？想重是吧？嘿。想过重啊。不要紧，我先写起来。你先写，咱是想要讲什么故事？咱体验。我讲爱先有一个顺序出来。啊无，骑马佮继续连上落去看卖。我有想过，骑着白马，伊是要走三关，啊可能是要创啥？是要登去结案。做一件代志，若是大家拢无欢喜的话，这件代志一定是做无好势。无就是虽然这件代志做好势啊，毋过大家拢无欢喜，安尼这件代志就无意义。本来是安尼。是去找找淡薄温暖。是要走三关。毋是走三关，毋是走三关，毋是走三关，去找找一寡温暖。哎，我心跳白马，毋是要走三关。伊带我看，伊带我找找啥物温暖，就是安尼讲。心跳白马毋是要走三关，毋是要走。找回，是要找回失去的温暖。失去的温暖。啊，无咱讲有失去温暖。系啊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因为一开始大家写出来物件可能拢较直，就是直接就甲心声写甲足明的，就欠缺一寡较浪漫的感觉。就是我感觉歌拢有一种浪漫的，就是伊要甲所有的代志写足明的。所以咱来阵也是吹到，我感吹到比吹回较好。啊？吹到较好。吹到。吹。桑尼的温暖。桑尼是马呀？桑尼是只马哦，只马是阿嬷。啊对，迄个目睭大开迄只。迄只。就桑尼是马名，嘛是日头的英文。而且花莲日出日头，像今嘛是伫日头骹找找桑尼的温暖。哎呦，花莲桑尼的温暖，唱看卖。咱要唱看吗？不是走三关，我心跳白马，不是要走三关，是要找到桑尼。袂当讲紧嘞。我心跳白马，不是要走三关，是要找到桑尼的温暖。我安尼都无聊，这个安尼好有环保无，好起来有环保无。即摆是。是讲书还是？扣到爱想啊。我感觉第二句会当写咱做过啥物代志。哦，去。咱有做啥？这是啥？切卡地。白头章。白头章，嘿。切卡地白头章，饲了。饲了。什么毛花拢毋是掠咧，迄算掠，迄嘛毋是算掠咧，迄是就是鹿毛。我这个人咧，我是
就算联想会使。啊，毋过若是要甲全部斗做伙，我需要足长的时间，就变做共款是，互对即件代志较熟手的人来做，就是互因去斗，就是我甲我的物件弹出来，啊，互因去斗，甲因做伙看要倒一句要调倒一句。七卡地乳毛饲饲料甲白头鬃。咱阁有去扣屎，阁有对，阁扣屎，阁有徛马。对啊，我先睡一下。你看。敢若就是画面，无够清楚。就敢若拢较一半一半啊。嘿，到遮才较有画面。风铃。通灵。我当下录咧做啥？咱即马非常需要通。大宝哥。对啊。你有问无？还是我甲问者，你讲，咱剩一句。咱甲迄落啦，咱甲。我感觉即句话下骹就会讲接济啊，接起，就是我咧想啥你拢知，一句。大宝哥叫阮去找龙斑的实体，咱爱想温暖的实体。伫遮咱拢咧想感受的迄个实体的物件伫倒位，迄个画面才有法度出来。对。你讲的无毋对，咱要来联想登去第一站无？茅塞顿开，找温暖的实体。温暖的实体是啥物呢？是啥物？是啥物？互阮感觉温暖？我感觉马，马伫倒？马鞍。马鞍。什么飞快的物件啦？那个马鞍啦。召唤，即摆会当召唤，会当开机啊！哦，我带哦。哦，带来。带，你过来。四驱帮龙。防水。天灵灵，地灵灵。蠓仔加好心。